来欢迎杨老师长来，来，谢张记对，对，好。谢谢牧师。大家兄弟真平安，真歹势，我的台语无认准，恁要甲我帮助无？要甲我帮助，请举手。多谢恁的帮助，因为时间剩30分钟，对我实在是足少。但是我有做一代志要参恁分享，恁家己念，因为我台语无认准，恁即在家己做一回念好无？我们请来，我的心啊，你要不可忘记他的恩惠。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烦恼还童。谢谢。爱包回去，不是在这念，歹势。我今日要甲你介绍，头拄仔牧师讲的，讲阮安那，我安那，我要介绍的是，阮有一个铁三角。就是上帝，我的先生参我，阮是一个铁三角，这是安怎来的？我叫杨丽仙，我是第一代基督徒，我的老家是鹿港，你知鹿港拢是拜拜的所在，对无？吼，迄个啥？妈祖庙有无？有名无？足大间。妈祖庙，阮兜就是妈祖庙口的对面。我甲你讲，我的阿祖，就是阮爸爸的阿公，伊是一个痴迷的，搁兼相命。我的阿公是耳朵聋的，因为日本时代伊是木工，早风湿好像早拢无听着。你看安尼家庭，一定是足善车的，对无？对无？大大声呢，对无？安尼怎么鼓励呢？要怎么鼓励无？好，所以我的老爸吼，会行路就爱趁钱，你知无？吼，会走就爱甲斗趁钱安尼。所以我的老爸。十外岁就去就来咱高雄，阮高雄去菜市仔人斗做工安尼吼，好。但是伊足拍拼，硬要趁钱，所以吼，其实吼，迄妈祖庙口吼，迄龙柱吼，有一座吼是阮爸爸互现，因为光宗耀祖安尼知无？吼，但是无拍算。阮爸爸娶阮妈妈，阮妈妈是水某，非常的水，我甲你讲。结果，一个生囝吼，搭死着查甫就过身啦。头前生3个查甫吼，拢1个月的时阵吼，就啥物，就迄黄疸吼，就过身。第3个的时阵，因为迄阵阮做善社，常常租一间厝吼，一间房间尔，逐项拢公家啦。阮妈妈讲，伊也是怀孕查甫的吼，暗时就会一个种查某来找讲，遐有人吊死，就是阮妈妈甲我解释者，我毋知影。到第3个时，伊知影是查甫的吼，伊毋敢生呢，已经去甲摕掉。你看阮妈妈是毋是满了眼泪对无？煞咧搭死都拢查某的，死到第7个查某，我老大，我杨丽仙，伊叫我杨丽仙人去神路对无吼？然后老大，然后到第7个是查某的，我永远会知影。迄天阮妈妈要死，因为伊找啊第7个时，我已经10几岁啊，透早找无妈妈呢。阮妈妈吼，真米去生啦，你听有无？毋知走去倒去生呢。我的爸爸，我的阿叔个，因为阮阿叔拢爸爸，阮妈妈请大，嘛带大嫂足好诶，所以大家拢去找查某死倒去生。叫迄上水啊尾，就叫做杨淑婷啦 ，stop。我是一个7个查某个的大姐。我永远拢会记诶。我透早，阮初一15月拜拜诶时阵，我诶妈妈足顾阮阿嬷诶迄个啥，无欢喜就是啊。吼，迄拜啥，伊也传无好吼，
就安尼吼，安尼做无好，阮阿嬷足疼我的，我毋是讲伊甲我骂吼，阮妈妈有疼，我就知伊对阮妈妈安尼无好。我偌爱阮妈妈，你毋知？只要拜拜日子吼，只要是拜六礼拜无上课，啊就即使有上课哦，因为阮小学隔壁啦，我透早吼，我着沿路一直行一直行，我隔壁阿嫂有人先拜无？阿嫂也拜出来吼，我着叫他抄行拜车，安尼倒来，你知？倒来去上课，着等字条。阮妈妈讲，妈妈就是安尼做啦，安尼。看我操，阮妈妈有捌字无？吼，好。我要讲的是讲吼，后来等我大汉的时阵，咧交男朋友，就一个查甫，伊差不多讲着郭乃敦来约我。哎呀，阮兜的时阵，阮妈妈就问我讲，因兜咧创啥的啦？吼，我就来讲，因爸爸咧做牧师，因拢长老会牧师。你毋知阮妈妈安怎讲？袂讲哦。但是伊感觉袂讲也毋是歹人啊吼，拢是好人在安尼啦吼，所以伊无感觉讲阮袂当，因为我的爸母无讲看人好野善迄种安尼吼，我是安尼家庭，安尼你知无？吼，好。但我今无够时间，阮后来，因为阮从囡仔时代时，阮就烦恼啥？爸母老死的时候，阮拢无通接阮爸爸老大，无通接公阿嬷的新主拜嘛，对无？这专门地，阮爸爸妈妈死了都无新主拜。但是上帝足疼阮的，到阮爸母死之前，阮爸母拢变基督徒啊。迄什么神主牌吼，迄种人的困扰尔，对无？好，我剩24分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时间少做好，所以时间少我会认真，你嘛爱认真啊，好无？好，好，对我讲。我就是吼，是大学的时阵，就迄个郭乃敦来找我聊，对无吼？我自我介绍，我政大气管系，阮现在是政大历史系。我第一个硕士吼是师大音乐研究所，阮现在是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。恁的师班真水，恁的师班真水 ，very good。我同你讲，真水，真水，毋是你客气，同恁讲真水，和声伴奏。规个处理机会真水，好。结果吼，迄个时阵我着缀阮先生伊带10几个哦，各个大学生。迄阵有迄彭文慧有无？彭文慧啦，吼，因为有一个啥，迄个啥，什么？对啊，都有什么师班？吼，足水的对无吼？阮拢学生时代，结果阮组一个学生时代阮10几个，阮当年拢有巡回演唱哦，逐个月拢去一个所在服侍。我拢会记得吼，阮迄个先生吼，就带阮去孤儿院啦，去什么医院啦，吼，去麻风病院啦，吼，去什么监狱，吼，去妇女职业训练所就是吼，迄个妓女互人掠去以后，对无吼，去来教一寡才能，无出来嘛是做妓女啊，对无？去迄种所在，阮拢去遐布道。阮去遐报道，无可能通受啥物话，无可能受风的嘛，对无吼？但是迄几年吼，你知影我还袂醒啊，我还袂熟睡，我就感觉讲，我就知上，阮的翁是足有信心的，所以吼，阮就真正上侪拢供应阮的，你知无？阮的迄个乐器哦，阮的乐器拢是人买互阮的安尼啦吼。我讲一个插曲，结果吼，阮是研究所1年级的时阵，研究所1年级的时阵。迄阵吼，阮就欠钱嘛吼，阮就家己写书去卖书嘛吼，就有一去买我永远记，一台4万块的，迄阵有1000 cc 的迄个啥箱型车，恁知无？60岁拢知啦，古早1000 cc 的有无？古早1000 cc 会当行去过高速公路，你知无？吼，阮10几个囡仔学生嘛吼。但迄物件拢你考做侪物件带去，还可以户外步道，去人步道嘛吼。就迄台箱型车专门载物件，吼。村的人拢去坐客运安尼，阮安尼出去步道。载物我来讲，我永远会记。阮迄阵是男朋友就开车，我坐在伊的边啊。我来讲，重点是啥物货？你若看着头前红绿灯有无吼？伊若要变红灯的时阵。你爱开足慢足个，迄技术足好哦。伊来扎到遐安那，袂当停下来，他还是要在行进中，因为吼，伊若停起来吼，你要快就发袂起来。
听有无？啊，我迄阵读师大音乐研究所呢，足优秀，像我即摆无共，你知道？我即摆足有耐力的，你知道？我算是足优秀的，我像你安尼，吼，啊，阮人哦，伊爱开车嘛，对无吼？啊，要发的时候，我一人都后到杀啊，安尼有终身难忘无？我要甲讲铁三角安怎形成哦？我一等讲铁三角安怎形成，就是迄个时阵就慢慢地形成啊。但是阮若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永远记得有一遍去迄个啥，去迄个大监狱哦，迄个重刑监狱，迄查甫人拢穿红色的短裤，你知无？几落摆拢一个骹，叫阮唱一歌，阮来传福音嘛，阮唱讲我们要归哦，就讲我要归家哦。迄个我讲我们要归家吼，好规个拢安一动一动一动，你毋知？所以足者迄阵啊吼，要信耶稣举手，这就举手诶。所以做代志吼，拢是阮诶心目中。我要甲你讲，迄个铁三角是安怎形成诶？好，但即个时阵我有受洗啦，后来我有受洗啊，因为阮就要结婚啦。阮妈妈讲你莫凊彩去受洗，后面家也毋是基督徒是要安怎？阮妈妈会交代，但是后来我就去受洗安尼啦吼。好。但是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以前做者唔捌的，因为我的先生就是像长老会这样，什么又什么主日学安一日起来对，啊，这牧师囝，哎，圣经做够的，你知无？都去信行去咧教圣经的安尼。啊，我的圣经吼参有够济，有够安尼吼。好，所以我读圣经的时阵，我也看到做者神迹奇事，你会看到神迹奇事无？什么清明的啥会看见，啊，那啥哈，摆脚会行路有无？吼对。我看着迄个时阵，我都无啥物特别感动。我心内想讲，哎，阮古早信妈祖，啊，你信啥物宗教拢有神迹，你知无？你知无？你去看迄拜拜，若做者神迹的。所以伊即讲的时候，我都无特别啥物感动，我都听了，哦，是安尼。我吼，我也感觉讲有同意，读圣经的时候有同意的吼，有同意就来阿门。无同意的当作参考安尼，你知无？所以我都毋是迄种个性的，去常常安尼，就去常常啊讨论研究啊辩解安尼，好，这就是我当时的我。好，我现在要讲的是重要的事。我今天讲完之后，我相信你们都终身难忘，跟我一样。在我33岁。后来那个时候我已经打我爸爸的工，我爸爸从很穷到有钱了啦，吼，仁德那边有一个我们的厂，然后呢，33岁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妹妹说：“大姐，你的左眼，我讲这个恁听有无？你们要帮助我吗？要帮助我举手，可以，好，对，那个大姐你的左眼吼，带泡泡安尼啦，好，我去。”大饭店食饭伫诊所的时阵，我讲啊，真正的呢。结果我就去看医生，我记是我的甲状腺亢进嘛，吼，无目睭会变突眼对无吼？结果毋是，甲状腺亢进爱2个眼都凸，对无？好，结果过差不多够外个1个多月而已哦，我的左眼就比我的右眼大1/3，你听有无？我目睭都无大蕊，加1/3就就是凸眼啦，对无吼？结果呢，我就去台大，因为我迄阵住伫台北，然后台大吼，就甲我讲，台大吼张天军医师即摆伫咧讲到的，伊就一阵医生20几个人医我，伊讲我啥物病？我是免疫系统有问题。你捌听过免疫系统无？什么 AIDS 对无吼？红斑性狼疮。安尼有名的病对无吼？啊，这病吼，我即摆已经67岁啊，迄阵我31岁，所以是36年前，迄个医生吼，足正式甲阮讲即个病即摆无药通啊医，但是我甲恁报告到今日嘛无药通啊医，吼。迄个时阵无药通啊医，所以迄个医生吼，就甲我讲，我只能保护自己，但是到6个月的时阵，我破病。开始2-3个月就1/3啊，对无？到6个月的时阵，我的目睭咧困的时候，我左眼是不能合起来的，听有无？你敢知影张飞？咱古早读历史的时候讲张飞安那，目睭咧困的时候，暗时袂当合起来，对无吼？迄是故事啦。
但是迄个时阵，我就是事实。我暗时咧困的时阵，我的目睭即蕊袂当看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免疫系统有问题，所以即个目睭的后壁遐有一寡增生组织啊，一寡毋好的组织在遐，大家一吐出来，对无？吼倒吐到一个坎杂的时阵，你的目睭要乌起来，因为你在后壁迄肉吼，迄歹肉爱来乌，爱来去掉。但你去掉都踢落以后，你个爱除毒源哦，安尼差不多半年的时阵，迄盒子才可以拿铁盒子才可以拿下来。但是迄半年有好无？无好呢，因为迄增生组织还会继续增生呐，安尼听有无？吼，所以是无好诶。你一世人就是爱乌目睭咧，你要乌无？对无？然后乌了以后，都瘫落去。然后咱6个月都摕出来时，你有可能痴迷，因为伊即摆有一寡什物组织爱家己接起来，对无？这袂成功就是都痴迷啊，对无？不管你有痴迷无痴迷，你的目睭要继续凸安尼。所以你会记，对我31岁开始，有差不多半年以后，我就开始目睭就是张飞的眼睛，知无？然后是不能那个，只是医生叫我小心一点，不要，反正怕会被挖嘛。有人被挖了，我们台大医院那一期的会，我们的病友，我们这种人就有4个人，24个医生看我们4个，红斑性狼疮几百个人啊，这样知道吗？好。就我那个医生就有一次就跟我先生说，问我们2个说，你们要不要吃那个类固醇呐？好，类固醇吃了你们都知道吗？会变得很胖啊，什么心跳会加速。可是类固醇它的好处是干什么？它可以抑制让你的那个坏肉这样一直长出来的速度慢一点嘛，才不会很快就挖眼睛，继续挖。然后，可是类固醇它的缺点就是说，它把你比较健康的那个部分的免疫系统，它是一直破坏，一直破坏，一直破坏。那个速度你要控制它不挖眼睛，吃的药剂量要很大。那个药剂量，你的好的部分一直破坏，你可以活3年，因为3年到就破坏完了。你们听懂我说的吗？我的父母亲哦，我的爸母哦是足艰苦的，我的爸爸在哭，我妈妈在哭嘛吼。迄阵啊，我的爸母拢感觉讲，迄阵就有点仔好起来，淡薄好起来啦。当然无像凄美遐尼好起来啦吼。但我的老爸就感觉讲，不要紧，爸爸救你吼。好，就国内外迄个啥医生啦吼，都去台大摕足侪英文的病例哦吼，全世界一流的病院拢都寄去安尼。但收来拢相像，足歹势哦，毋知影啥物病是无药通医安尼。我的爸爸妈妈嘛说，有一礼拜只要讲有可能的，伊就一礼拜安尼办，拢无可能。所以阮爸爸才知影讲，我若毋是有一个万事可能嘛，安尼吼。好，接续就我甲阮妈妈，阮妈妈就来念我的翁，过来阵啊，你是有爱阮的查某囝无啊？因为我会讲，为啥阮2个因在因眼中是天天啊，在阮两个讲好势，因为我感觉讲我无做啥歹代志我死嘛会去天堂，你知无？我真正无做啥歹代志，所以我就同阮翁2个拢讲好，死以后要安怎啦因为阮妈妈无后生啊，我已经是一个囝查甫拢伊老顾，就逐个互伊赡养我嫁妆就祝福你给你找一个也较好个安尼然后阮2个拢讲好势，所以逐工住伫台大遐，拢从阮大学时代安尼，拢去夜市安尼，穿拖鞋踢来踢去安尼。阮妈妈就感觉讲恁2个天天安尼。阮先生讲，本来对你是有爱阮查某囝无？你才去洗，你搁再毋是讲恁的上帝安那？你毋是讲恁的上帝安那？摆开会安那？会行路，痴迷安那？死去才会爬起来咧，有影无？古早拢去甲阮爸爸妈妈讲这种代志，阮妈就甲阮翁讲，我来蹲啊，你是咧创啥？你知影咧？伊长了岁，歹势，伊长了岁大汉嘞。阮的观念，迄阵仔无，我即摆有当指正啊。迄阵仔阮就感觉讲，上帝阮囝，是安怎会当叫上帝讲，就安怎对无？阮就是甲，阮的想迄个坎站安尼，所以阮也毋知要安怎甲阮妈妈讲。好，有一工，阮妈妈住高雄去台北看阮。
一路伫个先看到一个海报，迄个海报吼，讲某年某月吼有4个牧师哦，韩国牧师要有一个医病祷告会，4个晚上。医病祷告会，我妈妈看得懂，她不是基督徒。就拍电话我常问先生，过来钟，我在咧找着啊。吼，你爱传来，你先去。我妈妈对高雄到台北，因为阮的同事拢对我做好，因为大家拢知安老板的查某囝安尼要死安尼吼。我的同事拢缀我去。是啊，第一暗的时阵，迄阵迄韩国牧师哦，讲话就讲，要祈祷人来头前来祈祷对无吼，就拜几拜嘛吼，就足侪人，我就紧，阮妈拢在占位，我就第2个，你知无？迄第1个是一个小姐，我即摆来咧讲的拢真正，我坦白来讲哦，我头壳无孝道，我讲，真实的，我有基本的教育，我真正我毋是人讲的迄种啥，迄种有的查某的安尼，你知道？我毋是，我绝对毋是，我等下你看会讲着，你就知影我毋是，我讲拢事实，其实迄头前就一个女的嘛，一个迄阵是什么大学生那种他拄着拐杖来，那他坐在圆凳子上，然后4个牧师就按他的肩膀，牧师祷告很短很短，然后那个翻译就一下。结果那个女生在流泪啦，她坐着还流泪，我赶快蹲在她的旁边，我以为会痛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下个是我就跟她说：“你是哪？”她又流泪，她告诉我，她好了。然后她真的走起来，站起来，她拐杖没有拿，她走出去，然后我是第2个，马上就被压下去。压下去之后，那个翻译人问我什么病，我说葛瑞兹炎症，他翻译不出来，因为太特殊了。那4个牧师就很多人排嘛，就给我压着，知道吗？就给我祷告了，给我压着，没有2、3下就完了，就叫我起来，我就被起来，就叫我走开，我就走开。我看我妈妈来问有怎么样吗？我说没有。可我妈妈不死心哦，4天都要我们去，我们真的都去。好，到第4天我妈妈问有怎么样？没有，的确我妈妈有点难过嘛，对不对？第5天那个时候没有高铁，是坐飞机。第5天7点多的飞机我妈妈就已经到8点就到高雄了。让我们公司是8点半上班，医生叫我去上班上爸爸的班，就是医生说我不要在家里等死上班自由班的。我平常那个时候我已经有1年半了，你们要记得我说的1年半。那个时候。祷告会这件事情，我已经是张飞演1年半，没有，张飞演大概1年多啦，因为从生病开始1年半。张飞演记得张飞演就是早上8、9点起来的时候，好像有看到，然后到公司到9点多，大概1个多小时，眼睛就很模糊，就要点眼药，然后就趴在桌子上面，知道吗？假装上班。然后大概在1个多小时就要吃饭了嘛，然后我们的同事就今天起来吃饭，我们就起来吃饭，又再过不到1点多又模糊了，再点眼药再趴下去，再过大概3点就要去了，就起来回家了。好，到礼拜5早上的时候，我一直到11点多，我有没有趴下去？没有，到11点多，我是张飞眼，可是我都看得见我吓一跳，我赶快跑去找我的台大的医生，我们有 VIP 卡，可是到的时候12点，他休息了，到2点才看到他，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，他是基督徒，他就跟我说，张姐会用医生帮助我，叫我那个内固醇一定要吃，否则会猝死。我到2点没有吃，我答应他，可是回到公司4点多，我从早上到4点多都看得见，我从那天开始就没有吃了。我打电话跟我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好了。”有了，我以前是在医院研究所当做秘书的嘛，对吧？工会都唔敢大声呢。我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学会，有的时候我眼睛还会干干的，我就去到厕所，我现在在我的公司，我常常在厕所大声祷告。我怎么祷告？我就用我的手沿着我的眼睛，我就大声说：“我杨丽仙是耶稣用宝血重价买回来的宝贵，魔鬼撒旦
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离开，不可以伤害我。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无名无份无权无地位的。我不舒服，我就这样子。我突然就学会这个。好，从那天开始，我没有吃美国仙丹。接下来1年半了以后，也就是我将近36岁的时候，我慢慢的就发现我的眼睛越来越小，因为眼睛看得到嘛。所以最后的时候，我就去台大做身体检查，做那种2天1夜的。那因为那台大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啦，那个检查都是年轻医生，看到我就在眼科那边给我盖一个近视，盖一个正常。当然我知道我近视，他盖正常，我马上跟他说，医生，我是葛瑞兹炎症的患者。一盖就给他正常化掉，去把我的病历调出来。以前没有电脑，病历调出来是推车呢，可以推将近10车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完了之后就把我叫回去，他很快，那时候已经4点多了哦，叫我的20几个医生在台大集合。他们看到我很高兴，因为他们以为我死了。美国现在都突然没吃了，不死怎么会到现在都没有来拿药嘛，对不对？他们看到我很高兴，然后眼科医生他们就赶快跟我做。他们有2组人，一个是那个内分泌那种系统的，一个是眼科整形眼科。看整形眼科看我的时候，他就用英文讲说：“哦 ，miracle。”我就跟他说：“为什么 miracle 的是奇迹啦？哈，一共不是我讲的，一共为什么？”他说我眼底的那个病变组织有没有不见了哦？一共不是我讲的哦，而且没有痕迹。其实我有去拿身体健康检查的证书。弟兄姐妹，我还有2到7分钟、5分钟，所以我没有要继续讲下去。可是我要在这个地方告诉大家，我讲太多的事情都是要告诉大家，上帝是真的哦，不是做参考的。你来从我想想，经过迄种人的有限，你才真白上帝是真的，不是经过你的认识，因为你的认识太有限了；不是经过你的考试，因为你所在有限啦。后来都有一遍的时阵，因为我的妹妹，有长短脚，都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机会，祈祷会，我就介绍伊去，带阮妈妈去。人煞尾要来啥物货，要来载转来，因为是因当远的所在去的时阵，迄无几个人的聚会，20-30个人。迄阵柯西人牧师，你敢知影柯西人牧师？柯西人一个啥？即摆就小镇的啥？即摆小镇啥物？是啥物国家？乌克兰来的牧师，伊只柯西人，伊较像已经过身啊。对柯西人牧师要做结束教导，伊讲：恁说我带恁逐个人祈祷安尼。我甲你讲，我是曹文先生吼，去个长老教会，阮去嘛做爱出时歌，我拢点这安尼嘛，对无吼？结果迄天伊在祈祷的时候，我来讲，我无读个歹去哦。伊祈祷的时阵吼，我感觉有一个足大的光，足大的能量的光，把我照来，我倒落去。我在当下是说方言的，我没有跟神求过方言，没有什么人教你安怎练习说方言，我唔知这。然后差不多头前后壁40分钟，唔是打我，迄阵有几个。因为妈妈也唔知，迄还未受洗，伊叫是啥物启动嘞。知道吗？原来拜拜，我不是那个充满了喜悦，没有啊，非常的喜悦，非常的喜悦。那个时候我孩子小学1、2年级，没有看到妈妈怎么会这样，就在旁边一直拍地，妈妈起来了，起来回家了这样子哈。可是你就在那边非常的喜悦。在那一次，我以前在圣经上所读的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我知道圣灵也是真的。我觉得我今天就讲到这边，我没有时间再讲下去。
可是我下一场这个部分我少讲，我要讲后面。可是这个，当我知道原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真的时候，成为我一生完全不一样的基础。我读圣经的时候，以前我看着，我同意了，我阿门，看不懂的当参考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不会讲，我看得懂的我会认真看，我看不懂的我会跟上帝祷告，他教我要怎么样，知道什么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知道你们应该比我信耶稣更久的很多，读圣经比我多的更多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我知道上帝是真的成为我一生非常大的恩典。我要呼吁大家，常常牧师会教我们，圣经中上帝有很多的应许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都对。我有一段时间，我今天等一下我希望我时间长。我创业的时候，我在建厂的时候，我才2000几万，然后每个月拢爱付1000多万，我唔知影要付，我无逐个银行，我古早唔捌逐个银行借我这么人，反正我后面讲我唔是这种人，我是记得做清楚，上帝叫我做我爱去做。但是因为迄个时，我知影上帝是真的。迄个时我大家知影吼，迄个郭恩信牧师是入主长老教会，有一个晨祷，吼，晨祷的时候，拢一寡阿嬷阿上来，拢才6个尔，都无足济。迄5、6个吼，其实因唔捌字呢。迄牧师逐遍拢教因一句尔，拢背起来。我靠迄个晨祷的保护，因为我太害怕了，我手吼，逐个拢欠字安尼，嘿。我都袂去人累钱，我袂，因为我已经讲啊，我后面咧后期咧讲，我为啥开始这样讲？上帝是我的头家，伊叫我开的，我当然无钱去找头家啊。空空毋去找朋友，对无？有影无？嘿，恁头家无发薪水，你去找朋友嘛？嘛去找头家，有影无？嘿啊，好。迄个时阵，我去遐祈祷的时阵，我就家己会用方言祷告。反正方言祷告，伊毋知我祈祷啥，反正互相袂干扰安尼，你知无？吼，要遮盖我、保护我，直到今天。我要告诉你，我就发现，当你知道上帝是真的时候，你要过不一样的人生。不要只有读圣经、祷告，当然这很重要，不是叫你不要，一定要好好的问神，他要你做什么。我祈祷唔好吼，大家祈祷是啥物货？像我早起的时候，我早起的祈祷吼，我做计划，吼带导事项，过了10点，你知无？大家拢咧找迄个应许啊，上帝，你讲安尼哦，你来拢会欠我，你知无吼？做大家咧祈祷这，祈祷家己的计划，一定爱遵照知影上帝要叫你做啥，好啊做，因为咱的人生足少的，时间性命要会晓用，再咧用，无胡乱用。我讲到遮就好，因为时间到啊。我多谢恁有机会啊，互我有机会来同恁分享上重要一个代志，就是安那在我的生命中，毋是靠我的认真，靠我做我读圣经，做我安那，我拢袂是上帝亲帮助我，互我知影三位一体的神是真的。我们在人生现在有没有人开车没有要开 Google Map？ 有没有？恁开车也无开 Google Map， 家己带问路的无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那是小笨蛋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上帝是真的，为什么讲你要问上帝？你要叫你做啥？伊要叫你行去倒位？你的 Google Map 爱开啦，爱开 Google Map， 一个人生中间爱开 Google Map。我讲到这，多谢大家，多谢恁帮助我，谢谢。